三支午门下集。下暗到啊，祖囡仔甲钱用卫生巾斗咧，就伫伊要爬楼梯去哩的时，伊雄雄停落来讲：“啊，会害，我搁甲衫披伫锁顶呢，你小等一下，我去甲收入来。”塞马车的阮仔是一个较有礼数的人，所摆伊就随应讲：“我去就好，下暗遐冷，风搁透，你会寒着啦。”刷落塞马车的就行出去啊，查某囡仔就甲伊的午门摕出来，讲：“这我的真爱心肝头的这三支午门，望迄寡衫互风扇甲世界杯。伫透到天光，嘛望塞马车的先生无法度甲衫捡好好势，双手搁爱一直无用伫捡衫。”话讲煞，伊就点点啊去眠床困，因为刷落来会安怎，伊就知咧。有影仔代志甲伊所料的同款，塞马车的先生毋捌有一暝亲像安尼。澹漉漉的衫伫伊耳孔边夜夜害乌白线，曾经被单甲伊困甲那肉粽，害伊跋倒。面紧同齐时，搁伫遐摔伊的骹摔无停。随望伊规身躯疼了了，嘛是着安尼继续到天光。塞马车神抖抖，搁油头甲面，毋过伊连爬去伊的眠床都袂使。因为伊着搁饲伊的马食了啉水，伊惊会风笑，嘛结点点啥都无讲。即个水搁巧的洗衫女工，甲40磅囥去客仔年，甲迄70磅收做伙，搁来着欢欢喜喜继续工课。搁过一阵仔了后，因遐有一个查甫使用人，伊是一个故意的少年仔。嘛去扫着迄个洗衫女工，伊经过洗衫间的时，想要搁加叫一个伊思慕的人，就为锁匙孔甲偷看，却看到伊坐伫椅仔顶伫翘骹，衫已经系好捂好势，家己飞去桌仔顶。少年仔看一下，心内实在真苦恼。所摆伊就去找主人，去甲伊欠的钱全部领出来。接煞就去找祖囡仔，讲若是祖囡仔无同意要嫁伊，伊就一定爱甲伊所看到的照实讲互女主人知。少年仔讲：“你看，我一直对伫主人身躯边，有欠一寡钱，你嘛伫遮遮久啊，一定嘛有欠过。咱会当甲咱两个欠的甲做伙，就挺好会当起家。也是讲你想要继续伫遮做工课，嘛在理。总是祖囡仔有试过要互伊放弃即落想法，毋过伊实在有够坚持。到尾，祖囡仔讲：“占叔，亲爱的。”去地下室甲我摕寡布兰迪酒来，你害我心悬心悸如苍苍。伫占士离开了后，伊就甲伊迄三支午门摕出来，讲：“这我的真爱心肝头的这三支午门，望占士无法度好势啊，甲布兰迪酒倒出来，敢若会当倒落去伊家己的篮后空。”嘿，安怎讲安怎想，不管占士较安怎试，就是无法度甲布兰迪酒倒入去玻璃盒仔，酒才滴几滴仔入去盒仔内，就搁会顺伊的手流出来，来就滴落去涂骹，就安尼一直流，直到伊忝甲感觉家己嘛需要吸一挂，就甲盒仔内迄一屑仔啉落。搁接落去试，结果嘛是无较好。所摆伊就搁啉一喙仔囝，试
搁试，下性命甲试，直直到伊变甲马西，好死毋死，主人伫即时落来到地下室，伊一下看，就随知影是安怎会一直闻到不兰迪酒的味。占士即个使用人是老实搁挑剔，所摆伊就照实甲主人讲，伊落来是为着要添挂不兰迪酒，互迄个感觉无爽快的洗衫女工。毋过伊的手一直拽，添袂好势，就倒位涂骹，结果涂骹的酒味呛起来，害伊头壳戆车车。袂输是真的咧，主人讲煞，占士就互讲甲凄惨话话。煞落，主人就去找女主人，也就是因某，讲甲你迄个洗衫女工死死的啦！我的下骹手人逐个都出代志，因甲寄伫我遮的钱拢摕去，就亲像因要娶某安尼。毋过煞拢无人离开咱遮，我在想，就是迄个查囡仔咧歹鬼娶头。毋过因某无爱听伊讲洗衫女工的不是，伊倒即间厝摕来上好的使用人啊，比其他的总斗斗咧搁较有价值。毋对的一定是主人伊的迄寡使用人，因翁仔某就安尼冤起来。毋过落尾主人就软啊，自安尼了后，代志就平静落来啊。因为女主人有甲查囡仔吩咐讲，爱较美手咧，因迄寡查甫人惊会互其他的使用人笑，嘛无人会甲发生的代志讲出来。日子就安尼平平顺顺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主人当要坐车出门，马车就停伫门口，使用人甲车门开欢咧。管家嘛穿便便徛伫金仔，就伫即时，要看是啥位顶人行过，就是迄个洗衫女工，伊跟一段男穿起衫，看起来是遐尼活泼，搁遐尼显目。占士也就是迄个使用人，一个看到就挡袂牢，大声吼出来。伊讲，伊是一个恶毒的查某。甲我欠的钱摕了无大紧，佮害我去红电甲金死死。刷落，驶马车的心肝嘛掠瘫痪，讲：敢安尼？你迄甲伊对我所做的，根本就差天差地。伊就徛起来，甲迄暗互澹漉漉的衫糟蹋，佮有母鬼眉。袂输天拢未光的恐怖代拢总讲出来，来就换徛伫金仔的管家袂得啊！伊气甲强要爆炸，挡袂牢嘛是甲百叶窗起哭弄规暝的代志讲出来，佮讲其中一块窗仔板佮去卡着我的鼻仔。三个人甲逐人的凄惨代听煞，就恬静落来。因拢同意讲，听候主人出来，就要甲遮的代志拢讲互知，要互即个查某 get out 车本斗。迄个洗衫女工的耳孔有那正来，早就停脚伫门后在偷听。伊了解状况了后，知影着爱做寡啥，才通甲代志挡掂。所摆，伊就甲伊的三支羽毛摕出来，讲：借我的真爱心肝头的这三支羽毛，帮因三个去比拼看谁受苦上伤重，倒尾冤家落落去水池仔面，创甲规身躯澹糊糊。来啊，话才拄讲煞尔，因三个查甫人就开始冤讲。上凄惨落魄，刷落占士就雄出手，甲大箍把管家猫落，拍甲伊目睭乌青结血，
搁来迄个肥管家甲剑士合落去涂骹，下性命甲争，赛车的嘛无得用，为驾驶座爬出来，对因其他2个上准就凄惨拍。洗衫女工是伫边仔笑甲喙仔利塞塞。这时主人出来毋过无人想要先听别人讲，干想要先甲家己的代志讲互主人听。所摆佫开始相拍，客做一伙，争来争去拍袂煞。上尾3个人拢索车落去水池仔呢，创甲规身躯澹漉漉。主人就问查某囡仔到底是安怎会创甲安尼？查某囡仔应讲，因为我无要嫁因就拢要编一寡对我不利的话，一个讲伊的故事上好，一个讲伊的故事上有效，因就为着倒一个故事上会互我出代志咧花袂煞。毋过即马因拢受到报应代志到遮煞就会使。过来，主人就行去因某的面头前讲：“你讲了无毋对，你迄个洗衫女工是一个真巧的查某囡仔。”刷落，管家、洗车含验士，敢若会当见笑面，甲喙窒咧，啥都袂当做。洗衫的过来，就一直拢尽本分，甲伊的工课做甲好势，无阁有啥新的是非。过来，七冬阁过一天的时间到这一日，驶历金的气派马车来到门口的是谁？正是伊的鸟仔翁。伊已经阁变做缘投的少年家，伊要甲洗衫女工带走，互伊阁再一遍做伊的某。主人甲女主人拢为伊的好运感觉真欢喜，因命令所有其他的使用人伫今仔列队甲伊祝福。来伊经过管家的身躯边的时，甲一个内底缀70磅的袋钱伫管家的手里，喙甜不讲，这是要补偿你去关百叶桶。伊经过洗车的时，甲一个内底缀40磅的袋钱伫洗车的手里，讲这是要报偿你甲我斗收衫。毋过，伊经过迄个查甫使用人的时，互伊一个内底缀100磅的袋笑嗨嗨讲，这是要答谢你迄杯一直无停来的布兰迪酒。落尾，伊就甲伊的缘投仔翁做伙驶车离开，去过因幸福快乐的日子